台湾话梦呓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韩名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梦呓，只说梦话，用力。伊暗时啊，拢困袂好势，定定困到一半就伫寒眠。他晚上睡觉都睡不好，常常睡到一半就开始说梦话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